經過1年時間，由台日合作，占地120坪的宮崎寓所美術館剪彩啟用，藏身在3米小巷弄內，分成前後棟，規劃出3個藝術展間、4間民宿和3間多元課程教室。地面上鋪滿意大利和白玉石，以呼吸建築為核心理念，打造出能與人一同呼吸的藝術場域。室內跟室外能夠透氣不透水。我們所有的建材使用，你可以看到我們用的這些木頭啊，跟室內的榻榻米的部分，它是要透過一個太陽能的廢氣的熱能，透過這個循環之後，再用到一般的建築天花板上面的排氣，再排到室外去，這就是一個循環的空氣。這座建築斥資1.2億，標榜為全球首座會呼吸的美術館民宿，不定期開辦生活美學、心靈成長等課程，提供多元學習的場所，同時推出首檔當代藝術家特展。現在目前在這裡展出的話，就是以我跟我的狗狗相處20年來，這1-2年之間我最新的創作作品。對，主要是我跟他的一起的生活，還有我的用色，還有我帶他去過的每一個地方，我都把它畫在我的創作的作品當中。這裡可以說是藝術與生活共存的基地，未來也將啟動青創園區計劃，提供青年創作者展演與創作空間，培育下一代的藝術能量。記者蘇懷特的報道。